政府2001年推行整筆撥款制度資助社福機構，一直被批評弊病叢生。一筆過撥款，你拉到咁痕啦，將嗰條橡筋，嗰條彈性根本就冇辦法箍到越嚟越大嘅服務範圍。短期計劃咧都會面對一啲結束啊，又要再申請資源啊，所以係自己都會有時會有啲擔心自己嘅前路啊。福利規劃，政府有責。還我福利規劃話語權。福利規劃。上年更爆出鄰舍輔導會因財務問題而一度要裁員。17年過去，整筆撥款制度有咩需要檢討嘅地方？咁就嘟八達通啦，去安達啊！我哋係啊，嘟卡啦，兩個細未入爭。我帶咗安泰嗰班過嚟你嗰度先，咁跟住我會返倉嗰度攞埋啲藝術品，咁然之後跟住我哋就去搭213M。李偉仲係做青少年工作嘅社工，呢日佢帶啲小朋友由觀塘安泰邨去灣仔做義工。唉，早晨啊，早晨啊！佢哋3個咧今日會同我哋一齊嘅，然之後我哋一陣間咧就會搭213M，就會去藍田。佢話政府2001年轉用整筆撥款制度後，機構因為唔可以再向政府實報實銷，活動嘅使費唯有慳得就慳。搭小巴啦，搭巴士啦，再搭港鐵咯。9點半集合到而家11點咯，都未去到。旅遊巴25分鐘到咗啦。喂，冧心關你一定要 justify 點解你要用咁多錢去用1400蚊去 book 架旅遊巴咯？我哋你數埋人頭，我哋得15個啫嘛。咁15個嘅話，如果個成本係100蚊一個咧，我相信政府唔會批你咯。咁一係你就要翻去，你要寫好多嘅解釋。成日話聽安達同埋安泰嘅街坊好想要。嚟呢一度咧就會開個街頭遊樂場咧，就俾啲細路仔喺度玩咯。我哋都會希望趁啲新區嘅細路搬入嚟嘅時候，我哋可以喺度坐鎮住喺度，有啲乜嘢事嘅時候，我哋可以處理同埋介入得到咯。整筆過撥款一直被業界批評助長重量不重質嘅文化，社福機構為咗避免資助縮水，往往會盡力落實同政府簽訂嘅津貼及服務協議目標。前線社工要面對跑數嘅壓力。處理緊呢個案嘅記錄啦 ，FSA 係數字嘅記錄就係社署嘅要求咯，即係核心服務節數咧250節。佢嚟抽查你嗰陣時候，你每一個社工手頭上咧都有45個細路仔咧，係你經常都接觸同埋可以即係照顧到佢嘅。社會工作真係一個好人嘅工作嚟。如果你樣嘢都用數字綁死咗你，然之後跟住你又一定要達到某啲嘅數字目標嘅時候，你就好期望就係哎呀唔好爆，一爆就唔知點算。2001年開始，社會福利署改變對非政府機構嘅撥款方式，由過往嘅實報實銷制，轉為每年提供整筆撥款。原意係想社福機構喺人手編制、薪酬架構等可以更靈活自主。不過員工薪酬由過往實報實銷變成一律以政府薪級表嘅中位數計算，令新入職員工嘅頂薪點被卡喺中位數。呢個係社工嘅註冊證，係啦，咁有註冊編號同埋有個名啦。阿豪2年前喺中大社工系畢業後，做戒毒服務社工。我入職嘅時候係17000幾，社署 SWA 嗰陣時嘅人工係18000幾左右啦。點解一個高層會可以攞到一個
合理嘅薪酬，但係我哋低層嘅人士就要俾人剝削咧。第二樣嘢係嗰陣時開咗一個記者招待會，就講翻人工俾人剝削嘅情況。管理層嘅人工係高過政府嘅薪級表，但係我哋低層嘅員工就係低過政府薪級表咯。阿豪話：近年不時有機構被揭發肥上瘦下嘅新聞，不過令基層社工更加不滿嘅係工作表現嘅評核側重數量，令前線士氣低落。數字上嘅目標就係要每年開成間中心要開200幾隻個案啦，同埋個成功率要有一半嘅。成功嘅定義就係要一個吸毒嘅人士停食毒品3個月啦。個難度通常就係佢呢一刻佢想去戒毒，但係下一刻佢又突然間唔想，佢會放你飛機，你會花更多嘅心力去揾一啲更多嘅個案出嚟。咁而係咯，你原本嘅個案就會俾你忽略咗咯。社工就好似變咗質咁樣，淨係要追趕一啲數字上嘅目標，而唔係真心係可以幫到人咯。我覺得做咗2年幾社工，試過轉機構，阿豪已經意興闌珊，計劃轉行。去緊海關訓練學校度準備第2輪嘅面試，海關關員嘅職位。如果見得成就唔會再做社工啦。整筆撥款制度備受批評，政府上年表示會進行檢討之際，3個月前審計署發表報告，指出喺2015-16年度有31間機構錄得整筆撥款營運虧損，建議社署要查明虧蝕原因。香港心理衛生會係其中一間出現虧蝕嘅機構。15-16啦，即係審計報告嗰度講嗰個數啦，咁就460幾萬啦，嗰個虧損。咁但係其實呢度都係真係一個帳面數嚟嘅。去到最尾咧，其實都會睇到我哋係仲會有一個 reserve 咧，係7800幾萬。除翻頭先講緊就係其實可能都講緊16年啊，要即係先至會 exhaust 咗呢度個數。運作上面咧，其實都係好健全嘅。何慧娟解釋，機構虧蝕400幾萬嘅主因，除咗係增加人手編制，佢哋又調高咗部分社工嘅薪酬，去到中位數之上2點。佢強調，社署撥款只係按政府薪酬中位數去計算。以一個助理社會工作主任職級為例，起薪點係16點，頂薪係33點，但係撥款只係按中位數，即係26點去計算。所以員工好快到咗中位數，冇得再加人工。好多同事係20零歲入職嘅，佢做到30幾歲咧，佢已經去到佢嘅人工嘅頂點啦。Midpoint 加2嗰個就話，即係 honour 翻佢對機構或者對服務嘅一啲承擔啦。咁亦都希望即係其實佢係唔會因為即係有其他嘅高就咁佢會走啦。每年會多付嘅錢係講緊200萬到300萬到啦。有虧損係咪就係代表管理得唔好？就唔係，即係個情況就唔一定係咁樣咯。審計報告又揭示，社署容許政府資助佔營運收入少於50%嘅機構，可以豁免披露高層薪酬資料。我哋翻查15-16年度66間有披露最高3層員工嘅機構資料，發現有啲高層嘅薪酬待遇超過200萬一年。另外，有20間機構向最高管理層派發現金津貼，金額由400蚊到60幾萬都有，部分有列明原因。至於點樣計算就冇註明。基本嘅薪酬啦，咁亦都有公積金啦。咁部分一啲嘅機構咧，佢都會有一啲嘅叫現金嘅津貼嘅。
董事會可能覺得呢一種咁樣嘅現金嘅津貼咧，係更有利於佢哋去吸引人才啦，更於有利於佢哋去即係讓到嗰個嘅員工個積極性啦。咁我諗呢啲其實係即係機構嘅董事局係可以作一個嘅決定咯。NGO 裏面嘅同工咧係唔可以薪酬待遇唔可以優於社署裏面嘅同等職級。呢一個規例咧係03年取消咗。有啲機構可以請高層人工咧可以去到200幾萬嘅，甚至乎高薪過社署相關嘅職級裏面嘅總社會工作主任嘅年薪。應該要重新實施翻呢一個規例咧，變咗可以更加有效咁樣去監察公帑嘅運用。就現金津貼有冇派發標準？社署回應話：呢個係機構嘅自主範疇，但必須有相應監管同問責制度。政府喺17年前開始推行整筆撥款制度資助社福機構，一直被批評導致行內同工不同酬，員工士氣低落。不過亦有特殊例子，扶幼會專為有特殊學習同住宿需要嘅青少年提供服務。員工除咗跟足政府薪級表，機構更向全體員工發放生活津貼。多咗2個月嘅薪金咧，2個幾月嘅薪金。即係除咗人工之外，仲多。係啊，2個月啊。你點用啊？你咩先？呢啲我俾啲小朋友讀下書啊，買下電腦俾佢哋啊，等佢哋學習好啲咯。今年嗰個醫療嗰個家庭友善嗰個咧，大概係3萬蚊左右啦。最基層嘅同事咧，佢係攞敷嘅。咁就中層嗰啲主任啊、副院長啊嗰啲咧，就攞大概70%左右。院長同我咧就一半到嘅啫。咁啲同事開心啲咯。林君一做咗總幹事超過20年，佢話以往實行實報實銷制時，令機構冇得俾額外福利啲員工，好難請人。你要on call，你要假期返工，有時啲細蚊仔唔係好有禮貌，可能問下你咁。1年走17個人㗎，試過1年，即係講難聽啲，只有傻嘅、盲嘅先嚟我度返工。實施整筆撥款後，為咗吸引員工，佢哋每年都會按表現同責任向全體員工派發現金津貼。我哋呢一挺嘅細蚊仔，你個大人同嘅關係要密切㗎。如果佢哋做 human service 嗰啲人 motivate 啲嘅，為個 client 諗多啲嘅，咁我服務咪 OK 咯，細蚊仔咪 OK 咯。咁我哋預計個 schedule 咧係去到下個星期1。中校社係會收貨㗎啦，即係完成個裝修㗎啦。林君一話：整筆撥款嘅錢係得咁多，要令同事嘅人工跟得足政府薪級表，唯有精簡部分人手，將2個院長職位合併，又請人工冇咁貴嘅導師分擔社工職責。佢承認喺行內好少機構會咁做。即係唔係社工要求咁強嘅工作，帶細蚊仔睇醫生啊，帶佢買內衣褲啊，嗰啲剔咗出嚟嘅時候，我咪唔用咁貴嘅社工去做咯，攞翻個空間出嚟回饋翻俾剩低嘅同事，咁佢哋咪可以攞得好啲嘅條件咯。咁你再做到前線嘅同事怨聲載道，或者甚至冇可能聽你不仁不義，咁你係咪你企業管治有問題先？扶幼會咁樣做法係行內少有，業界普遍認為整筆過撥款嘅資源不足。
為咗得到更多資源，紛紛向政府或者慈善基金申請款項擴展服務。根據社聯嘅資料，呢啲外來資源由2002年6億元到2016年大幅增加到30億元。咁你而家係咪起咗身啊？離開咗張床啦，係咪啊？好啊，咁你而家洗個面、沖個涼啦。我15分鐘之後上嚟啊。蘇家穎喺2009年入行，專做隱蔽青年服務。Hello， 阿叔到咗啦。咁一陣間咧，就唔使嘈餐死啦。喺度。呢個年青人隱蔽咗大約5年啦，連剪髮嘅動力啊都冇乜。今日又由我哋嘅義工同我哋嘅年青人剪頭髮咯。但係應該用着咯。隱蔽咗1至2年啦，咁我哋可能就會花1年嘅時間度咧，就建立到個信任關係。咁多年嚟，佢所屬機構嘅隱青服務主要靠申請其他基金去維持。不過呢啲項目往往有時間性，一般2年就完結。結束服務嗰陣時咧，啱啱都同社工建立咗個關係，可以再進一步，可能再探索下嘅興趣，再發展嘅。咁呢班年青人又要轉社工，即或者係轉一個新嘅服務，究竟佢適唔適應咧？我支援一啲年青人咧，去規劃佢嘅前路嘅同時，咁究竟我自己嘅前路嘅規劃又係點咧？會唔會都思考下去轉去一啲恆常嘅服務裏邊工作咧？定係繼續試下喺一啲嘅資助裏邊、計劃嘅裏邊，去同一啲即係我自己好在乎、好重視嘅年青人一齊行咧？要解釋一次俾我聽點玩先，入邊。謝可怡係蘇家榮上司，喺2004年開始用基金項目支援隱青服務。佢抱怨咁多年嚟喺整筆撥款制度下，政府只資助社福機構以綜合青少年或者家庭服務中心處理問題，未有針對隱青成立專責隊納入資助範疇。社會上面嗰個 demand 咧係大嘅，最高峰咧有一段時間嗰個嘅waiting list 咧係差唔多去到150人嘅。可能佢哋咧肯同翻啲青年人，佢哋自己同輩嘅一齊有翻個社交活動，咁其實可能咧都係有意義連結㗎啦。又或者佢哋真係咧開始有一啲嘅試工計劃，亦都或者咧再叻啲咧，可能翻學，咁咧我哋就叫做成功啦。如果我哋可以有一個比較穩定嘅資源去協助佢哋咧，更加有效地縮短到咧佢嗰個嘅隱蔽年期。呢個你到時要填啦，你揀一個 OK， 跟住你係40萬。李偉仲係做青少年工作嘅社工，佢話整筆過撥款只係以人口為計算單位，服務未必到位。以佢服務嘅觀塘安達臣為例，有22棟新公屋，政府都唔會有資源針對新入伙公屋。所以佢哋唯有申請基金，請多4個社工一齊做呢個項目。不如你真係攞咗英文出嚟，我幫你溫咗英文先啦。再讀嚟聽下。街頭功夫服務接觸到好多住喺呢度嘅新公屋嘅街坊咯。有啲適應上面嘅嘢咧，佢都可以揾到你幫手。但係基金又係點咧？佢只係運作3年。冇任何嘅基金會保證話俾你聽，你3年之後我再俾你3年。希望話翻俾政府聽，要常規化咯。不如你有新公屋都擺一隊啊，3年啫嘛，係嘛？幾百萬你就可以幫到好多街坊。咁點解又唔做咧？同我一樣咧。Stage 表演嗰啲就 confirm 咗有4個咯，參與6個咯。咁就其他抽獎嗰啲都安排晒㗎啦。咁就即一路。李偉仲申請過唔少基金項目。慨嘆有時係要投其所好。
大家要估嗰個基金後邊嗰班人想要啲乜咯。咁呢個就會出現咗就係點啊？越夠慘嘅就越優先。問題化咯，或者問題化啦。咁同埋慘係可以外顯到出嚟嘅時候咧，係會更加容易攞到錢。咁但係唔係樣嘢都係咁噶嘛？我哋都試過攞啲政府可能幾萬蚊嗰啲活動咧，嗰陣時寫完翻嚟個 feedback 都話其實政府唔想要新嘢。你做翻嗰啲做幾個訓練，跟住喺嘉年華啲青年人喺度表演嗰啲啦，即係新一代嘅石崗，諗住貼近啲青年人。佢話俾你聽，即係我哋係中意舊嗰套嘅，咁就錯晒嘅成件事係。整筆撥款制度推行至今17年，業界希望政府可以就服務規劃、人手編制同薪酬待遇進行徹底改革。社署話已經開展咗檢討整筆撥款制度，研究點樣優化。專責小組已經開咗2次會，預計2年內會向政府提交報告。